大细汉牵手地田中啊，意义多。为了发369，我大概去借1亿外。但是柯文哲有讲吼，后一个破产的时代，中华关我做反对不是破产，所以我把369做了一个改革，甘苦人、扶老残障儿子369。这个是我们家长的姐妹，就是把这个车子哦，来做相对的一个这个连接哈，都、就是希望吼咱的长辈有法度更加方便、更加快乐。那伫遮因为也个足侪节目要表。田中的旗舰计划的成果展，那这个旗舰计划呢是由田中旧街社区作为领航社区，然后带动我们田中3个协作社区，包含了西平社区、北路社区，还有西路社区，总共4个社区，我们做了3年期的这个成长计划，今年来到了第2年的成果展。那这个计划的内容里面呢，有包含各项的福利的服务的方案，包含的这个长辈的服务，这个关怀据点的这个老长辈的课程方案，还有包括妇女的成长服务方案，把这个学到的这个美学的部分带入我们社区意向，然后还有我们的小朋友的服务方案，然后把这些方案结合在一起。那也带动我们整个4个社区的成长，然后也带动了田中其他在地的社区来跟着我们一起做成长。伫咱102年伫咱全国的评鉴是已经是这个优质的一个社区那透过咱的这个富贵社区大手牵小手，甲因的经验来甲咱的新民北路甲咱的这个西路这3个社区来这个甲因带领变一个这个领航的这个社区，拉动这3个社区做资源的整合，做福利化的一个这个准备那伫遮除了感谢咱富贵社区李处长的用心，嘛爱感谢咱另外咱的这个梁理事长、陈理事长、许理事长因对地方的这个用心当然更加爱来感谢咱的这个洪镇长。洪镇长长期以来对于我们的这个社区是非常看重的。我相信透过地方跟我们县府中央一起集结所有的资源，让我们的地方民众能够有更好的生活品质，能够有更好的社会福利，一起为美好彰化希望城市。谢谢。